那首算较缺的一首作品嗨，阿鲁卡，嗨，阿鲁卡，嗨，阿鲁卡，我不认识你，但我熟知那些加诸于你的不幸，包括1964年大屠杀之后，族人只剩下6人。地球这么大，竟然容不得朱马部落。这在我们的国家也是，曾经几度灭村，灭绝了别人的部落。嗨，阿鲁卡，你束手无策地只剩下你了。你的语言，你的文化，你的爱留不住。2021年的肺炎病毒无声夺去部落里唯一可以向世界说不的声音。阿鲁卡，阿鲁卡，亚马逊雨林的阿鲁卡。在各国灾情频传的新闻中，生命的失去是每日的常态。失去你，失去你，却是意义的丧生。至于文明，对此似乎无动于衷。嗨，阿鲁卡，强国一向对少数视若无睹。好，也是想讲安能信仰了后，因为我看到世界新闻，那个新闻可能全世界没几多少有看吧。因为都一个朱马部落的阿鲁卡亲门一杀，加个总共加个这个部落曾经在1964就被大屠杀了嘛，跟他都弹枪全都掠杀了。不过那掠杀有爱路都蛮高兴的。阿鲁卡其实因为信仰的关系，亲门也无法脱救所以阿鲁卡无派其实一个族群，一种文化，一种语言，其唔係一個生命呢，其實一個算講地球上輩一個當創業一個文化記號，也講一種文化資源，那種我看到嘅都心肝動切，因為佢兩下人都咁講，死皮嘅人當然嘛有死皮人啦，尤其個信仰嘅嚇，梗唔係死皮嘅人，佢規棟樓也講規車一車安尼載走嘅嗰種嘅個性嘅人。不過我看到人新聞講我講，大概生命怎寶貴啊大概安尼，人長時間實在講對大家都真艱苦過嘅人。不過我看到人新聞我講，一種無人不去對安尼嘅生命有乜個感覺，就是說阿魯卡，你也是只不過是一具生命就是死掉了嘛，就好像對於講這個生命的這個不單是說一種大家都可以視若無睹，包括對於講我前面講到講強國一向對少數視若無睹對於講也都意見也好，少數的意見也講少數的族群，少數的文化，從它就是可有可無啦就是說沒有也不會怎樣不過我認為的一個你還沒進行的文明，人類真正的文明應該是要更多樣化，更多元化不管是人的生命，還是語言，還是文化，各種物種，他們都有權利好好過他們的生活，包括各種生物我最近有談到的一個像 AI 人工智慧那件事情我相信將來的生命可能主要是在當作就是透過這種 AI 去延伸生命這件事情。不過生命的這個延續能不能就是代表文明，那件事情我覺得是打一個問號。真正的文明不單只是對生命的
这个延续。亲像伊就是女性有互相尊重一件事情，好，我讲到两位。